2026年5月9日，拿撒勒在平凡與被藐視中看見神聖。弟兄姊妹主內平安，透過認識聖經中嘅地方，引發我哋讀經嘅興趣，開闊我哋嘅屬靈視野。我係今日嘅靈修節目主持鄧恒生牧師。拿撒勒人耶穌，當我哋提及主耶穌嘅時候，我哋成日都會稱呼佢為拿撒勒人耶穌。喺今日呢一個似乎係一個充滿咗榮耀嘅稱號，但係其實喺第一世紀咧，呢一個卻係一個帶住貶義，甚至係令人跌眼鏡嘅標籤嚟㗎。我哋成日好期待神喺轟轟烈烈當中去成就大事，顯出佢嘅作為。但係呢一位道成肉身嘅救主，佢係選擇咗喺一個被遺忘嘅邊緣小鎮，度過咗佢人生當中大部分嘅時光。今日讓我哋咧走進拿撒勒，睇睇神點樣係顛覆我哋對侍奉同埋神聖嘅定義，並且睇睇神點樣喺我哋日復日嘅平凡生活當中向我哋說話。讓我哋一同誦讀經文，約翰福音1章46節。拿但業對他說：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？腓力說：你來看。馬可福音6章3節。這不是那木匠嗎？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、約西、猶大、西門的長兄嗎？他姊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裡嗎？他們就厭棄他。被遺忘的小鎮同埋隱藏嘅30年。拿撒勒係位於加利利南部，係一個群山環繞、與世隔絕嘅小村莊。喺整本舊約嘅聖經裏面，拿撒勒從未被提名過。喺當時候嘅猶太文化裏面，拿撒勒係一個冇乜經濟或者係戰略價值嘅地方，亦都冇深厚嘅宗教文化傳統。唔怪得知，當其時腓力話俾拿但業聽，佢遇見咗耶穌啦。不過拿但業嘅第一個反應卻係話：拿撒勒還能有什麼好的嗎？呢一句充滿咗偏見同埋嘲諷。呢一個亦都係連當地人都睇唔起，被認為唔可能孕育出乜嘢偉大人物嘅地方。然而，最令人震驚嘅唔係耶穌出生喺伯利恆，而係佢喺拿撒勒生活咗整整30年。喺耶穌嘅人生33年喺地上生活嘅裏面啦，其實有90%嘅時間就係喺拿撒勒。佢冇行過神蹟，冇講道，冇醫治趕鬼。佢喺度做咩呢？原來佢喺度做一個普通嘅石匠，同父親約瑟一齊流汗謀生。佢喺做一個順服嘅兒子，照顧家庭，同鄰舍相處。由神學角度嚟講，拿撒勒代表嘅係隱藏同埋平凡。耶穌喺拿撒勒嘅30年，絕對唔係浪費時間咁等待十字架嘅榮耀時刻。呢30年本身就係救贖工程嘅一個部分。佢透過喺平凡嘅工作當中嘅忠心，喺瑣碎生活當中嘅信服，將我哋眼中覺得枯燥乏味嘅日常聖化咗，加添咗屬靈嘅意義。拿撒勒仿佛向我哋去宣告，神聖唔單止係喺聖殿或者係祭壇之上，神嘅工作同樣存在於喺石像嘅工作台、廚房嘅灶頭，以及我哋每一日營營役役嘅校園同埋辦公室裏面。咁我哋又點樣去回應呢段經文俾我哋嘅信息呢？其實我哋活咗喺一個追求有影響力、有成就感嘅時代，好多基督徒都喺信仰當中掙扎，
覺得自己每日返工返學，每日放工或者係放學，讀書做家務，生活就係好乏味，似乎咧冇可以為神做啲咩大事，又或者神亦都冇需要我做咩大事。我哋都渴望離開自己嘅拿撒勒，去尋求更好玩、更偉大嘅舞台。就讓我哋去思想啦。我哋係咪成日都睇輕自己目前所在嘅校園或者工作崗位？我哋又係咪覺得只喺教會裏面侍奉、帶人信主先至係屬靈嘅呢？而每一日面對繁瑣嘅文書工作、日復日嘅溫習考試，呢啲係咪就係冇意義嘅消耗人生呢？讓我哋都去思想祈禱啊！耶穌喺拿撒勒當中嘅成長，其實提醒緊我哋，神極其看重我哋喺隱藏同埋平凡當中嗰一份嘅忠心。你目前嘅學校、職場或者係家庭，就係你嘅拿撒勒。神呼召你唔係去逃避日常生活，唔係去耽於日落，而喺日常生活當中活出基督嘅樣式。等待神俾你去做嘅大事。今日你就挑戰下自己啦。首先，重新定義咩叫神聖。邀請你去挑選一件你覺得最枯燥、最唔想做，但又必須要做嘅日常瑣事。可能係溫習一門好沉悶嘅科目，回覆一啲好繁瑣嘅電郵，或者係做下家務等等。喺呢啲事嘅做之前，做一個簡單嘅祈禱啊，去講主耶穌啊，如同你當年為其他人去打造一個石台咁樣，我今日亦都願意帶住愛心同埋敬拜嘅心去完成呢一件嘅瑣事，然後將呢一件嘅平凡嘅事當作奉獻交俾神。第二個挑戰就係去擁抱被誤解、睇唔起。如果你喺學校或者職場裏邊，因為堅守信仰嘅原則而被人睇唔起嘅話，甚至可能好似當年嘅耶穌咁樣被質問，拿撒勒還能有什麼好的呢？請你唔好氣餒，將呢一份嘅委屈交俾拿撒勒人耶穌，因為佢完全明白被藐視嘅感受，立志以卓越嘅品格同埋工作嘅態度、人生嘅態度，溫柔咁樣去回應其他人對你嘅偏見。最後，讓我哋有個結束嘅祈禱。親愛主耶穌，我哋讚美你，你係萬王之王，佢係甘願成為拿撒勒嘅石像。感謝你用30年嘅隱藏歲月，話俾我哋知平凡嘅生活亦都可以充滿住神聖嘅榮耀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哋時常好高騖遠，或者係耽於日落，睇輕咗你俾我哋嘅日常崗位同埋身份使命。求你賜俾我哋屬靈嘅眼光，睇見我哋喺學校、辦公室、家庭等等唔同嘅場景，就係去活出你俾我哋嘅呼召，獻上對你敬拜嘅祭壇。當我哋感到工作枯燥，
或者係被人睇輕嘅時候，求你拿撒勒嘅經驗成為我哋嘅安慰同力量，幫助我哋喺每一件小事上面忠心，單單為主而做。奉我主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今日嘅靈修去到呢度結束，願上主賜福俾大家，下次再見。